政府喺2016年推出醫健通，作為一個全港性以病人為本嘅電子平台，讓公私營醫護機構喺獲得你嘅授權之後，可以取覽同互通你嘅電子健康記錄。醫健通亦由2024年開始，逐步由一個健康記錄互通系統轉型為集醫療數據互通、服務提供及流程管理於一身嘅綜合醫療資訊基建，為市民帶嚟更優質嘅醫護服務。只需幾個步驟，你就可以輕鬆登記醫健通。你可以親身或者透過其他唔同渠道完成登記。親身登記，你只需要帶同你嘅身份證明文件，例如香港身份證，親身到醫健通開戶點，包括醫院管理局或衛生署轄下嘅電子健康記錄登記站，為你提供醫護服務，並已參與醫健通嘅私營醫護機構，指定郵政局、地區康健中心、醫健通流動登記站或醫健通電子健康記錄申請及諮詢中心。詳細閱讀及明白參與者須知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後，如果你使用香港身份證登記，就可以將身份證插入醫健通嘅讀卡器，然後向職員提供其他相關資料，核對資料後便能完成登記。有關開戶點及使用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登記嘅詳情，可以瀏覽醫健通網頁了解更多。但如果唔方便親身去申請，可以點？即使未能親身前往登記，你都可以透過網上或者書面遞交申請。只要到醫健通網站，點選立即登記，詳細閱讀及明白參與者須知、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其他重要資料後，輸入及核對資料，再遞交申請，便完成網上登記。你亦可以透過智方便遞交申請，使用填表通填寫你嘅個人資料，便可以完成醫健通登記，而你嘅身份亦都同時被核實。另外，你亦可以喺醫健通網站下載登記同意書，填妥後郵寄或傳真至電子健康記錄申請及諮詢中心。你更可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申請醫健通。不過等等，由於唔係親身前往登記，所以記住要完成最後一步，核實你嘅身份，以開通你嘅醫健通戶口。只要帶同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前往上述醫健通開戶點，讓職員核對個人資料，就可以使用醫健通啦。提提你，如果你係授權他人為你申請同埋開通醫健通戶口，獲授權者需帶同佢本人身份證明文件同埋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前往開戶點。成功登記並開通醫健通戶口後，你會透過所登記嘅通訊方式收到有關通知及一組8位數字嘅授權號碼，方便你管理你嘅醫健通戶口。同時，衛生署、醫管局、基層醫療署、由特區政府、醫管局或醫管局附屬法團管理或控制嘅醫療機構及所有已參與醫健通嘅私營醫護機構，便可以存放你嘅電子健康記錄到你個人醫健通戶口，而你亦都可以自主給予個別私營醫護機構互通同意，授權有關私營醫護機構取覽你個人醫健通戶口內嘅電子健康記錄。最後，記得即刻下載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隨時隨地管理自己嘅健康啊！想知更多醫健通嘅資料，上醫健通網頁查看啦。有醫健通幫手，建立終身同埋更全面嘅健康記錄。